嫁我，你叫伊回来啊！大哥，你的功夫愈来愈出神入化，我竟然会无听到你的脚步声。赵夫人，咱已经20年无见面了，你嫁入王府，我身在江湖，咱已非同路之人，为什么突然间会下帖约明某见面？我回乡扫墓为遮过，结遇到一件困难的代志，拄好发现你也伫这个青铜镇，所以想要求你出手相助。明大哥，明大嫂甲我是好朋友啊。明大哥，看在恁家后的面份上，你大概敢袂甲我拒绝吼？什么事？你讲。替我治疗一个人，夏江良。哦。明思秋，这口价已经20年唔捌出手，早就生仙啊！可是明大哥，我求你是不得已的。夏江良的武艺高强，连武林的高手命统统唔是伊的对手。放眼当今武林，只有你武功才有我都通啊胜过伊。这件代志是关系到我甲我的囝世尊一世人的幸福。你是不是肯甲我倒帮忙呢？我漂泊江湖20年，处处助人行善，但是从来唔捌做过替人报仇的代志。明大哥。你肯替我治疗夏江良？这袂用的，我袂用的答应。哼，也若安尼啊？你是要想要知影恁囝伫什么所在啊？公主啊，安尼好。哼哼，你上乖啦哈！是。最后，你看一下感受安怎样嘞？我啥物嘛无感想。
主公主，我对你的忠诚啊，我是英雄。我这无遗憾，无遗憾。哎呀，我心拢笑烂，不来用情。不管你手凉手热，你就是甲我抬死，我也甘愿。哼！郑翠玉，你是一个软弱查某囡仔，竟然有这么正大勇气，真是让我想袂到。也毋过，我袂杀你。送命的人就是夏江良。什么？你要抬江良？毋免用到我的亲手去抬，别人自然就会替我去抬。是毋是赵夫人？赵夫人也袂放过伊。我讲的也毋是伊，就是马天虎。天虎，马天虎恨你夏江良，当然伊就替我去来抬。喂，马天虎甲小良是无冤无仇，伊为什么会杀伊啊？马天虎的伤，就是夏江良家抬，伊安怎袂恨你？毋是，马天虎毋是小良伤的，马天虎的伤根本就毋是小良家杀的，就是你。你出来将话讲清楚！你出来！你出来！夏江良，受了重伤，啊，阮倒伫咧路边，真大雨，阮的马车对遐经过，毋才将你救起来。多谢救命之恩。你免甲我说多谢啦。
是咧看什么咧？我感觉你足面熟的。哦，贵娜，哈公主精神未？哦，已经精神啊啦。你哪会知我姓马？马公主，3年前咱捌见过面，我若摕一项物件互你看，你就知影我什么啦。我表坏。你，公主，拄则我毋是甲你提起过，有几位大明国的珠宝商进京来挑起国王啊？莫非你就是暹罗国第一美人银莲公主，在下马天虎有礼。公主免得礼，公主的表外，快如流星，准如传说，稳如山，细川河。实事，公主你若嘛是伫咧中原者，用个讲堪称是武林独步。听你之言，你无亲像是一个做珠宝的生意人。公主。既然公主如此向往中原，要不安尼，我只有一块玉照，玉照顶面有刻有我国江南的名字。公主，你若是无去啊，我将这块玉照来送你。原来公主你改装，所以在下一时才认袂出来，请莫见怪。但阮公主伊则袂怪你咧。这3年来，阮公主伊时常拢嘛在提起。桂娜，啊，这物件收收去，你摕下。是。
公主，是甚物人将你刺成重伤呢？是一个叫做夏江良的人。嗨，老大呀！哎呦，你甲即久才转来，你哪会去安尼久啦？就伫咧半路撞一个老大人病真严重，为要救伊，唔知延前2、3日啦。是为着救人哦。系啊，哎呦，我逐工都来遮等呢，我足惊你转来找阮无你咧。恁是离开客才是？嘿啊，都迄绿公主吼，好的元首人足多啦。逐工都有伊的元首人伫要来找伊摕一张啥物批啦。无法度，国不将，暂时甲带去创别位。那迄情形安怎样？放心啦，呾有我即个苦心即种二流的高手伫咧甲伊保护吼，绝对是万无一失的啦。是讲吼，你就是一流的高手咧，对。无法度嘛，我只好就做二流的高手。你讲我怎遐尼诚久？这3个人是啥？你知？知哪有啥物路用啦？等因若毋捌我咧。我是伫咧问讲，因是倒一卡踅来啦？吼，迄个查某叫做罗玉通啦，空洞派。遐那迄2个查甫兄弟啊吼，是一个假文，一个假武啦。这2个吼，伫江湖上通人知啦，上界贪心的，只要你若有钱予伊吼，连祖公嘛甲你叫。啊，系啊，罗玉通哦，一定是要来找绿公主，已经有来一摆安尼，危险我紧来去。走，就叫我甲烧掉去啊！好胆跳，抓起来！呀！快走！爹咪，我无烦恼咧。唔准你甲我开口讲半句话，你点点甲我带遮徛。无你是啥人呀？我姓老名祖公。老祖公哦。罗玉通，你带人要来找找圣件，是毋是为着这2项物件？罗玉通啊，你迄个庄宝图是假，你已经是中计。这个庄宝图，迄朱公主就老早派人送互我这就是真的啦。安怎？教文教武？安怎？恁这2个狗囡仔咧，实在我真无争气啊！哈！你放肆啊！你敢骂阮2个狗囡仔？嘿啊！你食零现还袂大咧，你竟然敢骂阮狗囡仔？放肆的是恁呢，哈！迄老祖公是因为伊的内功深厚啊，所以100外岁的人看起来敢若是一个少年家，这叫做气怒翻腾，你捌啊毋捌？你黑白讲，对，莫听你讲鬼话啦！哎呦，那这个话哦，甲3岁囡仔讲，3岁囡仔嘛唔相信。老大，这2个有钱才叫做讲你算袂记。教文教武，安怎？你帮助罗玉通伫咧做歹代志，是毋是目的为着这2项物件？是毋是？甲你什么关联啊？当然有关联咯。我是下决心啊，将这个庄宝图得要送互恁呢。哎呀，这是嘞哦。好啊，阮2个煞跳人啦，自家恁狗运长咧通哈。
祖公伫要赏赐恁的物件，我也唔紧跪接啦，跪来接啊！对，有理，多谢老祖公，多谢老祖公叔叔，多谢老祖公。哎呀！哦，多谢，哇，多谢老祖公。哎呀，我唔走。是，拜给老祖公，拜给老祖公，今日回财啊！哇！拄则你讲你叫做老祖公，是啊。那安尼你送互因的庄宝图，敢是正的？假使若是正的，你敢有可能会送互因？无唔对，迄是假。但是迄个庄宝图，我是按明通的身上甲得来。那安尼讲，明通有着死在你的手头。无错。明通是一个做多端的人，我所以才会出手。啊，若是你咧，这是受人的利用，要毋捌做讲经过什么大错误啊？我劝你，希望你改过自新。那安尼你叫做什么名？夏江良，你若唔相信，会用去探听，随时会用来找我。好，后会有期，请。夏大哥，啊，阮阿爹咧？是安怎？阮阿爹即摆人伫倒位？你紧讲啦，大哥！阮阿爹咧？是你？朋友啊，我找你真久啊呢。迄一摆伫咧即个西江边，你甲我劝导鼓励我，我真想要找你，向你说道谢，想袂到一只。